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我迷迷糊糊回家就睡着了，突然发现忘了接你了，应该是被你们领导吓着了，才颠三倒四的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吧。要注意安全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们这儿保安还挺好的。路上一定要小心，要注意啊。以后最好千万不要做到3更半夜，女孩子要像女孩子，千万不要像你们主编那样，男人见了都要绕道走，太可怕了。我知道了，哥，你先睡吧，我这就回去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一天不见，还好吗？你来这干嘛？等了你很久了，我在这边等了你一整夜了。无聊，把你的花拿开。哦，生气了？是不是因为我突然人间蒸发了几天，然后又看到我搂着别的女人上了头版，所以不开心呢？我又不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不用跟我解释啊。真吃醋了？我没吃醋，我很累了，不跟你玩了。喂，哎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。干嘛发2个空短信给我？因为我对你无话可说。可是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。我为你挂满了云朵，相爱过，是情带不走我们的轮廓。不是说送我回家吗？干嘛带我来这种地方？不要着急嘛。再有5分钟，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干嘛老花心思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，就不能多花点心思在工作上面？行了，我有分寸。聊点别的吧，啊？其实我一直觉得，你妈最希望看到的，就是你能找到一个比较好跟你爸爸相处的方式。我跟她没话说。你别那么烦人了，我最讨厌别人管我了。我其他人可以不管，但是我就要管你。凭什么？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未婚妻吗？我不能管啊。你终于承认你是我未婚妻了，可是你自己说的哦。谁理你？张嫂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录音笔啊？是什么样的？我没在意。就是一个黑色的，可能之前放在我衣服里了。哦，那些衣服呀，我下午才拿下来，准备明天洗的。我拿给你看啊。啊。张嫂，这没有，我再去找找吧。啊，好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你未婚夫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？我哥放你进来的吧？你听了？听了。这个星期我全靠他活着。
为什么要把话全部录下来？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听呢？我没打算给你听。其实我们真的很登对的，都这么的死要面子，都那么帅。那今天我不帅了，那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爱你。我一直不敢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怕你知道了之后我就输了。你也别问我为什么，别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爱你的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见不到你的时候就非常想你，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又特别的想欺负你。其实我也是啊，每次跟你吵完架，我都怕你不理我了，但每次见到你又忍不住跟你吵架。你做任何事情都那么认真，说实话我害怕，但是我又想拥有那个认真的你，所以我一直努力的在改变自己，去找回那个曾经放弃的那个我。你干嘛不早说啊？因为我一天里面会说很多废话，说真的，我自己大部分都记不得了。但是我一直记得，我们订婚那天我说的每一个字。这是我妈让我交给她未来儿媳妇的，这也是我乔金帆第一次送我戒指。戴上它之后，夏文清就是乔金帆的女人了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我会用我一生的努力去给你幸福，我保证。好幸福哦！我爸妈回来了。那我去打个招呼吧。什么时候了你还闹？怎么了？我不能来看你的吗？让他们看见怎么办呀？没事，我早晚都会跟你结婚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那你要我在这里跳下去啊？婉晴啊，睡了吗？开门，开门！今天我收了好多礼物，你先帮我点一下。我马上出来。让我哥帮忙。
感谢误会，感谢吵架，感谢执着，感谢你没有放弃过度的我。感谢你允许我守护着你，永远爱你。哎，替你选些衣服吧。你接管那个位置后，要见很多客户的。喂，不要只想着我，将来有很多应酬，我要带着你一同出席的。不去。你也需要装扮一下。嗯。真佩服你跟谢创的兄弟情，连买衣服都要多给他选一套。当然了，我们要见那么多重要的客户，也不能让他太寒碜啊。哎，我想买点新的眼影和唇彩。我帮你选，走。你好，欢迎光临迪奥。你好，要试用唇膏吗？需要哪一款？我自己来吧。好。漂亮吗？漂亮，简直是惊艳四座，真让我百看不厌。就你嘴甜，是不是感谢我给你买了那么多衣服，拍我马屁啊？不是，我拍马屁也拍得很真实，我的身心、目光、灵魂全在你身上。真的？真的。那，亲个。跪下。干嘛？亲来亲去的。前2天不是要生要死吗？怎么了今天？谈恋爱不都这样吗？谁没个感情波折呀？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对他的。喂，干嘛？嗯，放手！不放。放手！哎呀，放手！放手！啊！我警告你啊，别在我面前亲我妹。是。再想亲也别在我面前亲，回家亲。啊！躲在家里亲，知道吗？张嘴，看着我，我是你大舅子，你还要给我倒茶的，知道吗？这倒茶，是不是？哎！我哥吃醋了。当然了，因为谢创，亲你不亲他了。哎呀！哎呦，下狠手哎！